全保你又買唔起，買份交強險你係驚餐死，咁你買部電車嚟托咩？開新能源車，若果你唔識得買保險，分分鐘可以賠到你傾家蕩產。最近惠州一個小區地下停車場着火，起火原因係新能源車電池失控，仲燒鳩埋左右隔籬幾台車，真係生時累朋友，死時累街坊。電池失控其實係一個好閪籠統嘅說法，電池會隨住年份嘅增加，佢會衰退老化、鼓泡、唔儲電，甚至乎短路爆炸。所以點解啲新能源車保險越買越閪貴？新能源車佢一係唔出事，一出就大件事。有錢你的確係慳咗，就係最閪弊你使翻晒落啲保險度呢。咁今次肇事嘅新能源車呢，係一台二手嘅電車，今年係第6年，行駛咗13萬公里。至於係邊一個品牌，冇人敢講，亦都唔准講。但係首先可以排除特斯拉同埋啲合資品牌，基本上可以肯定嘅就係嗰啲遙遙領先嘅品牌車企。咁新能源車到底點樣買保險？今日教一教你。首先第一個，車損險，唔理幾貴都好，你同我買咗佢，哪怕你撞牆撞樹燒通頂都好，本公司一定會賠翻台車俾你。第二個險種，第三者責任險，有咁高你同我買咁高，哪怕你買到2000萬都不為過。尤其你住緊啲豪宅小區啊，左右隔籬係啲什麼勞斯賓利、林寶堅尼、法拉利，一旦着火，賣閪咗你都唔夠賠啊！第三個險種，附加個醫保外用藥責任險，依家啲人學精咗噶啦，懂嘅自然懂。第四個險種，外部電網故障損失險，台車因為響外部電網充電導致受損，適合啲人經常喺外邊充電，尤其係貪平，中意充啲平電嘅人。第五個險種呢，就係自用充電樁責任險，萬一你喺屋企嘅車場充電樁出現問題，導致着火，將旁邊嘅車一齊燒鳩埋，就可以用呢個附加險進行理賠。如果講到呢一度，仲有人堅持淨係買個交強險，咁我就只能夠同你講聲，祝你好運。呢條片你記得點讚、收藏、發俾你身邊開電車嘅朋友。買車險，你 call 我，同你搞柒掂佢。我大佬搞咁耐，你咪唔係俾面先。